又到食大閘蟹嘅季節啦。2日前我諗住上網訂蟹，眾裏尋他就訂呢一間啦，因為我見到佢有大閘蟹售賣許可證，我就訂咗呢一個爆膏 3.0 套餐，一共有8隻蟹。即時 WhatsApp 聯絡，俾晒資料，亦都俾埋錢。點知同一晚睇東張西望呢一個報導，家中就可以嘆到鮮甜肥美嘅大閘蟹。不過有人等極都等唔到，最後只係等到一句你已被封鎖。睇完即時諗，唔知自己會唔會中招呢？呢間網店都係我第一次幫襯，唉，都冇計啦，都俾晒錢，祝我好運。到咗今日，我約咗2點至6點交蟹，而家4點幾啦。因為仲未收到電話，於是我再 WhatsApp 佢，佢都話師傅6點前會到。5點幾，師傅真係打電話嚟，蟹到啦，你睇下，8隻都好新鮮噶，仲送埋食蟹工具、紫蘇葉、薑茶包。嗱嗱臨洗蟹，然後擺落鑊度蒸啦。20分鐘後開餐啊！今次我喺網上訂蟹嘅經歷，心情忐忑咗2日，一路都好擔心俾人哋呃，直至我食到手上面咁靚嘅蟹，心情開心返晒。呢條片唔係廣告，純粹我個人嘅分享。